香港謝賢老宅門口，謝霆鋒手裏面轉住一粒奶糖，佢蹲喺地下，膊頭不停咁震，眼眶紅晒，喉嚨不停喐，手上面嗰個護腰禮盒慢慢滑咗落地，但佢冇執，因為嗰一刻佢淨係識得喊，呢一喊足足喊咗半個鐘。同一日，王菲第7次衝上熱搜，原因係張柏芝3胎個仔，但王菲一句說話都冇講。同一日，謝賢前女友 Coco 開直播，直接點名講3胎生虎是誰，2個鐘之後，個賬號全平台消失。3個人，同一件事，3個唔同嘅命運。今日我哋唔捧邊個，亦都唔踩邊個，我哋淨係想拆開睇下，呢3個一直俾輿論誤解嘅人，到底經歷緊啲咩？先講謝霆鋒，當屋企道門打開嗰一刻，3個小朋友企喺佢面前，2個大仔，禮貌咁叫咗一聲爸爸。呢個好正常，就算離咗婚，爸爸始終都係爸爸。但係另外嗰個7歲小朋友，呢個被全網猜咗足足7年，大家不停問，到底邊個先係佢爸爸？嗰個小朋友冇理會其他人眼光，直接行到謝霆鋒面前，抬起頭，好自然咁喊爸爸2個字，就係呢2個字。謝霆鋒原本一直保持住嘅冷靜，一瞬間崩晒。佢蹲低身，伸手摸住小朋友個頭，但只見到佢隻手開始震，旁邊個護腰禮盒跌咗落地，佢冇理，喉結屈咗一下，再喐一下，但一句話都講唔出。後來有人講，聚會結束之後，謝霆鋒冇即時離開，佢一個人坐咗喺車裏面，坐足30分鐘。30分鐘有幾長？夠你聽完3首歌，夠你由尖沙咀開去中環，再返一個來回。但佢邊度都冇去，就咁坐喺車裏面，手心裏面一直轉住一粒奶糖。嗰粒糖係小朋友俾佢嘅，可能係玩玩具嗰陣俾，又或者係喊完爸爸之後隨手塞落佢手裏面。但謝霆鋒就咁轉住，轉足30分鐘。有人會問，點解係半個鐘？點解唔當場喊？點解一定要等所有人走晒先崩潰？因為佢係謝霆鋒，16歲出道，由細到大，一舉一動都有人影住，佢每一滴眼淚都會變成新聞標題。喺小朋友面前，佢唔可以失控；喺前妻面前，佢唔可以失態；喺爸爸謝賢面前，佢更加唔可以。所以佢忍，一路忍，忍到車門關上，忍到四周冇人，先俾過一句爸爸。真正擊穿自己，呢個唔係軟弱，而係一個公眾人物，一個父親，最後可以保留嘅體面。我哋成日話謝霆鋒冷血，但你有冇諗過，一個人躲喺車裏面喊足半個鐘，手裏面仲轉住一粒奶糖，呢個人真係冷漠咩？好多人都會問，佢喊歸喊，但係佢到底做過啲咩？好，我哋一件一件數。2022年開始，謝霆鋒慢慢調整自己工作安排，每個月固定留時間，專門陪小朋友2日，48個鐘。對於一個收入以億計算嘅藝人嚟講，呢48個鐘代表啲咩？代表要推通告，代表要賠違約金，代表劇組要等佢，代表好多工作安排全部要重新協調。但佢做咗，佢喺中環買咗一間屋。點解買喺嗰度？因為近到小朋友想見爸爸嗰陣，佢可以快好多趕到，唔使再講我而家喺路上，我趕緊返嚟。以前好多父親離婚之後慢慢就淡出小朋友生活，但謝霆鋒冇，佢冇講小朋友跟媽媽唔關我事，佢冇逃避。2025年初，有媒體影到佢陪小朋友玩旋轉木馬，嗰個畫面好簡單，佢企喺旁邊，冇低頭玩手機，淨係望住小朋友笑，只隻手一直護住小朋友背脊，好似怕佢一唔小心跌親。有人送玩具，可能只係買完就算，但佢唔係。奧特曼、樂高，小朋友中意咩？佢會記住，下次見面就帶俾佢。仲有一件事，好少人會提，張柏芝煮飯嗰陣會特別整一道番茄炒蛋，然後同小朋友講，呢個係爸爸以前最中意食嘅菜。謝霆鋒知道之後冇公開講過啲咩，但後來佢開始不斷帶零食、帶玩具、帶一切佢覺得小朋友會開心嘅東西。因為其實謝霆鋒自己都唔知道點樣先叫一個好爸爸，因為佢細個成長環境，爸爸謝賢亦都長期忙於工作，佢冇一個完美模板，所以佢一路摸索，可能唔夠自然，可能有啲笨拙，可能有啲生硬，
但佢努力緊。有人會話呢啲咪一個爸爸應該做嘅嘢？係，理論上呢啲的確係應該做，但現實裏面呢，好多離婚家庭，有啲父親連最基本都做唔到，唔俾生活費，唔見小朋友，再婚之後當自己冇生過，大有人在。但謝霆鋒冇否認，冇逃避，亦都冇講個仔唔跟我，所以唔關我事。佢只係做咗一個選擇，可能佢做唔到一個完美丈夫，但佢想盡量做一個唔缺席嘅爸爸。而呢個選擇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堅持咗8年。講完謝霆鋒，我哋講第二個一直被誤解嘅人，王菲。好多人唔明張柏芝生第3個小朋友，點解王菲會俾人拉落水？但過去幾年，王菲因為呢件事上過好多次熱搜，而且每一次都唔係因為佢自己講過啲咩。2018年，張柏芝3胎出生，全網開始猜生父到底是誰，然後熱搜帶上王菲。2019年，小朋友樣貌曝光，有人開始討論似唔似混血，評論區又有人問王菲會唔會介意。2020年，謝霆鋒被影到自己食飯，新聞標題又變成謝霆鋒王菲感情生變。2022年，謝霆鋒開始固定陪小朋友，又有人問王菲會唔會唔開心。2024年，謝賢生日宴，有人見到王菲冇出現，又開始猜謝家認唔認呢段關係。直到今次小朋友喊爸爸，熱搜又變成王菲會唔會介意。但你留意咁多年，王菲講過一句未？冇，一次都冇。有人話佢冷傲，有人話佢唔在乎，有人話佢太高高在上。但你諗下，佢可以點回應？如果佢話我唔介意，人哋會話睇扮大方；如果佢話我介意，更加會變成3個人感情大戰。如果佢話關我咩事，又會有人話太冷血。所以最後佢選擇唔講，繼續沉默。但呢種沉默其實都要付出代價，因為當一個人唔解釋，所有人都會幫佢解釋；當一個人唔回應，所有人都會替佢寫劇本。所以王菲點解唔出來解釋呢個問題，一直都係評論區最多人問嘅。我哋逐樣講。第一，王菲本身就唔係一個中意解釋自己嘅人。當年同李亞鵬離婚，佢冇開長篇記者會解釋；同謝霆鋒復合，佢冇出來回應關於自己家庭、關於小朋友、關於過去嘅感情，佢好少主動交代。佢嘅原則一直都好簡單，我嘅私人生活唔需要拎出來俾人討論。第二，如果王菲真係回應，件事只會更加大。佢話我支持張柏芝，新聞標題可能變成王菲主動向張柏芝示好。佢話我同謝霆鋒感情好穩定，又可能變成王菲公開回應張柏芝事件。佢每講一句，媒體都可以重新包裝成另一個故事，所以唔講，反而令件事停留喺別人家庭內部。一旦開口，就可能變成3個人之間嘅戰爭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一點，王菲嘅沉默其實係一種邊界感。佢唔評價張柏芝，因為張柏芝係謝霆鋒過去嘅關係；佢唔評價小朋友，因為小朋友唔應該捐入成年人嘅恩怨；佢唔評價謝霆鋒點樣做爸爸，因為呢個係謝霆鋒自己嘅責任。呢個唔代表佢冷漠，而係佢知道有啲嘢唔屬於自己講。娛樂圈入面，邊界感其實係最難得嘅東西。只不過觀眾好多時候唔接受呢種邊界，大家更想睇到一個答案，想知道你到底支持邊個？你到底介唔介意？你到底點諗？於是王菲就變成咗呢個故事裏面一個明明冇做過任何回應，但卻不斷被討論嘅人。有人話佢傲慢，有人話佢冷血，有人話佢唔近人情。但問題係佢到底做錯咗咩？可能只係因為佢冇按照大家期待嘅方式去表態。講完王菲，再講第3個被誤解嘅人 Coco， 謝賢嘅前女友。可能好多年輕人已經唔記得呢個名字，但係最近一次事件令好多人重新關注返佢。嗰一日 Coco 突然開直播，冇預告，冇宣傳，就係打開手機鏡頭，坐喺一個普通房間裏面，然後講咗一句說話：我知道張柏芝3胎個爸爸是誰。
就係呢一句，直播間人數開始瘋狂上漲，有幾百人，去到幾萬人，再去到幾十萬人。彈幕密密麻麻，連畫面都睇唔清。之後，相關話題迅速發酵，所有人都問同一個問題：佢講嘅到底係咪真？但2個鐘之後，直播賬號突然消失，平台上面好似從來冇出現過一樣。有人話抵啦，利用別人私隱博流量。有人話一個前女友憑咩講人哋屋企事？亦有人覺得佢只係講出自己知道嘅嘢。不過我哋先唔急住判斷，先了解一下 Coco 係邊個。Coco 係上海人，當年比謝賢細好多，2個人一齊10幾年。由年輕時候陪謝賢走過好多公開場合，陪佢出席活動，陪佢生活。狗仔影到嘅照片裏面，好多時候都見到2個人同行。謝賢亦曾經對佢唔錯，買禮物，照顧佢，帶佢認識身邊朋友。圈內亦有人講過，謝賢晚年生活裏面，Coco 佔據咗一個重要位置。但最後2個人冇結婚，後來分開。Coco 慢慢淡出娛樂圈，偶爾出現一下，更多時候就似一個安靜離開鏡頭嘅人。但有一點好特別，佢喺謝家身邊10幾年，見過、聽過、經歷過好多外界唔知道嘅事情。所以有人覺得，如果真係有內幕，佢可能確實比普通人知道得多。但更加值得注意嘅係，咁多年佢其實一直冇講，無論外界點猜，無論媒體點問，佢都保持沉默，就好似將一個秘密鎖咗10幾年。但係講到最後呢，其實呢個故事裏面最難得嘅唔係邊個贏，亦都唔係邊個輸，而係幾個成年人喺一段複雜嘅關係裏面，至少冇將個小朋友變成犧牲品。因為好多時候離婚唔可怕，最可怕嘅係大人之間嘅恩怨，最後變成小朋友一世嘅陰影。有啲父母會喺小朋友面前講：你爸爸唔要你噶，你媽媽唔愛你噶，如果唔係因為你，我哋一早分開。呢啲說話先係真正傷害一個小朋友嘅嘢。但係張柏芝冇咁做，謝霆鋒亦都冇咁做，甚至王菲都冇喺任何公開場合評價過呢段關係。佢哋各自有自己嘅選擇，有自己嘅人生，有自己嘅遺憾，但至少冇人將小朋友拉落成年人嘅戰場。呢一點其實已經好難得。謝霆鋒唔係一個完美爸爸，佢年輕嗰陣追事業，經歷過好多風浪，亦都曾經因為各種原因錯過小朋友成長嘅一些階段。但係人最重要嘅唔係永遠唔犯錯，而係知道錯過之後仲願唔願意行反轉頭。一個爸爸可以唔識點表達愛，可以唔識講甜言蜜語，但如果佢願意花時間，願意陪伴，願意慢慢補返曾經缺失嘅部分，呢份心意，小朋友遲早會感受到。張柏芝亦都唔係完美媽媽，佢有自己嘅性格，有自己嘅選擇，亦都經歷過人生低谷。但係佢一直將幾個仔放喺第一位，無論外界點樣評價佢，至少喺孩子面前，佢冇製造仇恨，佢冇話爸爸唔好，冇令小朋友覺得愛爸爸係一件錯誤嘅事。呢個其實先係一個成年人最大嘅成熟。至於王菲，可能好多人永遠都唔會明白點解佢可以面對咁多聲音，依然選擇沉默。但有時候沉默唔代表冇感情，更加唔代表默認。有啲人表達愛靠說出口，有啲人表達尊重靠唔打擾。王菲可能就係後者，佢唔參與輿論，唔爭解釋權，唔搶任何一個位置，因為佢知道有啲關係唔需要向全世界證明。感情係2個人嘅事，家庭係幾個人嘅事。旁觀者永遠只睇到表面，你見到嘅可能只係新聞標題，但人哋真正經歷嘅係10幾年甚至幾10年嘅人生。所以我哋睇呢件事，其實可以換一個角度，唔好急住問邊個係壞人，邊個係受害者，邊個應該被原諒。因為現實世界好多時候唔係黑同白，有人有遺憾，有人有錯過，有人曾經做得唔夠好，但亦都有人努力改變。一個家庭最重要嘅唔係一定要保持完整，而係就算唔完整，裏面嘅人仲願意互相尊重，仲願意俾孩子感受到愛。所以嗰一聲爸爸真正感動人嘅地方，唔係證明咗某一個答案，亦都唔係證明咗某一個人贏咗，而係證明一個小朋友依然可以大大方方愛自己嘅爸爸。一個爸爸亦都可以用時間慢慢證明自己嘅愛。有啲東西可能遲到，但唔代表永遠唔會到。嗰粒奶糖可能只係一顆普通嘅糖，但對於謝霆鋒嚟講，
可能係一個遲咗好多年，終於收到嘅禮物，因為裏面裝住嘅唔係甜味，而係一句爸爸。人生裏面好多關係都冇標準答案，但愛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真正嘅愛從來唔係佔有，而係成全。希望每一個經歷過家庭變化嘅小朋友都可以被溫柔對待，亦希望每一個成年人無論經歷過咩，都唔好忘記小朋友需要嘅從來唔係一個完美世界，而係一個有人愛佢嘅世界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都覺得